你好，我想要帮我先生挂号。你好，我想要让我先生挂号。你好，我想要让我先生挂号。请给我病患的身份证和健保卡。这里，病人嘅身份证攞健保卡抢不挨。鸦片，病人嘅身份证攞健保卡抢不挨。鸦片，您先生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呢？我先生嘅手機號碼係幾多號呢？我先生嘅手機號碼係幾多號呢？0123456789。0223456789。0223456789。好，您想要挂哪一科的门诊？骨科。好，你想要挂哪科嘅門診？骨科。好，你想要挂哪科嘅門診？骨科。請問您有指定醫師嗎？王醫師，今天上午有額滿嗎？請問你有指定醫生嗎？王醫生，找尋嘅名人嚟嗎？請問你有指定醫生嗎？王醫生，找尋嘅名人嚟嗎？可以為您掛號。做得幫你掛號。做得幫你掛號。今天王醫師門診在1樓一診，您的序位是65號。好的。今日王醫師門診第1樓一診，你嘅順序係65號。好。今日王醫師門診第1樓一診，你嘅順序係65號。好。這是張俊宏先生的身份證和健保卡，這張是掛號單。也係張俊輝先生嘅身份證攞健保卡，呢張係掛號單。也係張俊輝先生嘅身份證攞健保卡，呢張係掛號單。1樓有志工提供身高、體重和血壓的測量。1樓有義工為讓你做身高、體重到血壓嘅測量。1樓有義工為讓你做身高、體重到血壓嘅測量。謝謝你。是夢怡。是夢怡。